小姐您好，请坐。小姐你好，请坐。小姐你好，请坐。你好，我可以向你请教。你好，我做得请教你。你好，我做得请教你。有关小孩教育的问题吗？有关成人的教育嘅问题吗？有关成人的教育嘅问题吗？好的，请问您有特定想要了解的部分吗？好，请问你有特别想要了解嘅部分吗？好，请问你有特别想要了解嘅部分吗？我儿子要上小学了。我嚟要讀小學咧，我嚟要讀小學咧。考慮讓他在家自學。考慮本機在家自學，考慮本機在家自學。我能透過什麼管道了解相關資訊呢？我做得對乜嘅管道了解相關資訊呢？我做得對乜嘅管道了解相關資訊呢？哇，俗話說，竹要嫩時折，子要幼時教。哇，人講竹愛嫩時熬，子愛幼時教。哇，人講竹愛嫩時熬，子愛幼時教。提早就來輔導自學，很好。提早就來輔導自學，更好。提早就來輔導自學，更好。我為您接聽教育局同仁，我留你接本教育局嘅同事團，我留你接本教育局嘅同事團，請他們用電話和您說明，請稍等。請記得用電話留你說明，請等一下。請記得用電話留你說明，請等一下。您好，敝姓王，很高興為您服務。你好，我想汪當歡喜留你服務。你好，我想汪當歡喜留你服務。王小姐，你好。王小姐，你好。王小姐，你好。請問您是想了解？請問你係想了解？請問你係想了解？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的部分嗎？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嘅部分係麼？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嘅部分係麼？是的，我的孩子準備要上小學。嘿，我嘅成人呢準備要讀小學。嘿，我嘅成人呢準備要讀小學。請問要如何申請在家裡自學呢？請問應用辦申請在家自學呢？請問應用辦申請在家自學呢？我們現在實驗教育的申請已經線上化。我哋理下實驗教育嘅申請已經網絡化。我哋理下實驗教育嘅申請已經網絡化。您可以在網絡上搜尋台中市個人實驗教育申請暨審查網。你做得在網絡上搜尋台中市個人實驗教育申請及審查網。你做得在網絡上搜尋台中市個人實驗教育申請及審查網。在申請網站裡面註冊賬號後，在申請網站底部註冊賬號後，在申請網站底部註冊賬號後，媽媽您就可以開始撰寫申請計劃書。做阿妹莎，你就做得開始寫申請計劃書。做阿妹莎，你就做得開始寫申請計劃書。和小朋友一起討論新學期的課程。讓小朋友共下討論新學期嘅課程。讓小朋友共下討論新學期嘅課程。小姐，謝謝你的詳細說明哦。小姐，希望你嘅詳細說明。小姐，希望你嘅詳細說明。不客氣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您再來詢問。唔是客氣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你過來詢問。唔是客氣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你過來詢問。謝謝。希望。